想象下，當你生命走到絕境，屋企嘅麵粉罈同油瓶都幾乎見底，得返一啲，就係你同仔仔最後一餐嘅盼望。嗰種絕望，嗰種無助，真係令人心如刀割，唔知明日會點。面對飢餓同死亡嘅威脅，你會點樣選擇？但突然，一位先知以利亞行過嚟，對你講，唔使驚，你首先將僅有嘅煮成小餅俾我食。呢個要求係咪好難以置信？當你僅有嘅生命線都要求你放棄，你又會點樣回應呢個看似荒謬嘅請求？呢個抉擇真係考驗緊你嘅信心。正因為佢嘅選擇，神嘅恩典就如奇蹟般降臨。列王紀上第17章14節應許，罈內的麵必不減少，瓶裏的油必不缺短。呢個感動人心嘅故事，清晰咁話我哋知，當我哋願意憑信心付出所有，即使面對生命最艱難嘅逆境，神嘅愛與供應就從未離開。佢嘅豐盛會超乎我哋所求所想，只要你勇敢踏出一步，俾出你僅有嘅，你會發現呢份愛會轉化為更多嘅愛同祝福，而且永不止息。佢會讓奇蹟出現，為你打開更多嘅可能，填滿你嘅缺乏。願你都能經歷這份永不止息、充滿希望嘅愛同供應。